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我 channel 啊！今日咧，我哋嚟到實戰門呢度睇一個76到78平方嘅細面積、70年產權嘅呢個公寓。咁首先咧，佢最大嘅一個優點咧，當然就係佢嘅景觀啦。咁呢一個澳門海景，以及咧對面會展中心，樓下就係華發商都3期。咁呢個華發商都咧，亦係目前成個珠海嚟講最大嘅一個華發商都。咁樓下除咗有呢個華發商都，對面咧，有中海嘅商業體，咁呢度咧76到78平方做2房，咁呢個朝向咧係朝東嘅，基本上呢個海景咧就係朝東或者朝東南嘅一個朝向嘅。咁全屋嘅話咧2房，雖然話面積細細地啦，但係成個空間俾人嘅感覺都係比較唔錯，同時佢交標咧非常之高啊。咁乳膠漆白牆就係正常嘅，咁下面嘅呢個不鏽鋼踢腳線咧都係交標喎。咁仲有乜嘢交標係好高嘅咧？咁首先我哋睇一睇入門嘅呢個地方咧，大門用嘅係耶魯嘅門鎖，咁入邊咧仲有小驚喜喎，史密斯嘅熱水器、西門子嘅2件套都係交標。咁呢個係咩咧？方太嘅洗碗機啊！咁呢個用嘅 Frank 嘅水喉同埋呢個水槽，佢成個交標上面咧都係比較高嘅嗰個標準。咁2房，咁呢度咧，首先就第一間房，咁呢間房咧就相對細少少啦。你話做個書房或者係做個儲物空間，2個人住咧就完全冇問題㗎。咁冰箱位咧就一定會留翻嘅，就做咗喺呢個地方。只不過咧就單門冰箱可能細少少啦，但係2個人咧就完全夠用嘅。衛生間咧就喺呢一個位置。咁做咗嘅咧就係乾濕分離嘅一個設置嚟嘅，咁佢入邊嘅膠標咧都唔低嘅喎，呢個浴頭用嘅都係科勒嘅一個品牌，所以話咧整體膠標咧非常之高。咁最後咧我哋就睇睇主人房，咁主人房個空間嚟講，你對比於120平、200平咧就冇得比嘅，但係70-80平2房個空間，到頂嘅衣櫃係做得到俾你嘅。佢最大嘅亮點就係呢邊同款客廳同款嘅一個海景啊！呢個咧先係佢最大嘅一個亮點。咁喺呢度嘅話咧，其實好簡單，你嘅生活咧會比較便利。翻香港、翻澳門去人工島咧，都係10零分鐘咧就可以去得到噶啦。咁呢個地段、呢個配套加埋咁樣嘅產品，同時咧面積細、好一手，仲有一點啊！呢邊嘅租金咧相對比較高啊，似呢一種70-80平嘅話咧，基本上2房去租話都要去到3000到3500蚊，所以佢嘅收益咧都會比較唔錯嘅。咁呢邊嘅單價咧都係2字頭嘅啫。咁我相信咧好多朋友可能有睇過其他嘅一啲博主有拍過呢邊嘅。咁如果有興趣嘅話咧，都可以過嚟呢度實體睇一睇嘅。咁我覺得呢一套房咧係值得去分享俾大家。同時咧樓下面嘅華發商都3期啊，喺今年嘅年底咧係會去進行一個開業嘅，所以未來喺呢度生活出行以及居住咧，我覺得都係一個比較唔錯嘅選擇。咁一套樓你會唔會中意咧？歡迎喺評論區留低你嘅睇法啦！肥堅揀樓，殺財就手。